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敬拜，来赞美我们神。用这首诗歌来，我们看见神在我们的恩典充充满满啊！我们原本不配，但是我们竟然有这么大的恩典。其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见我世上均被寻回，瞎眼睛的看见，如此恩典使我敬畏，是我心的安慰。主心之时，我蒙恩惠，现实何等宝贵。其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见我世上均被寻回，瞎眼睛的看见，如此恩典使我敬畏，是我心的安慰。主心之时，我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感谢主，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原本不配，但我们竟然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所以弟兄姐妹，你是被拣选的，你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如果有软弱亏欠，我们奉主的名除去一切这些的缠绊，一切的重担。我们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耶和华，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大过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弟兄姐妹，我们要来赞美感恩我们的神，我们这位上主，他是掌管万有，他是慈爱怜恤我们，他是信实守约是慈爱的，他有丰盛的慈悲，他要涂抹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过犯，他有永恒的救恩。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样来赞美，来感恩。我们要恳求神来帮助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承认自己的罪，不隐瞒我们的恶，求主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们开口来向神来呼求，来赞美，来感恩。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你是慈悲怜恤，你是疼爱我们，你是定义要拯救我们，你是掌管万有，你是愿意为我们付上代价的，你是有丰盛的慈爱。主啊，你是阿嘎的爱，完全的爱，牺牲的爱，是那种疼惜的爱。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原本我们不配，但是
因着你的慈爱连续，让我们能够来到你圣人宝座面前，得着这样的救恩。谢谢你，谢谢主赐给我们这样的特权，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掌管万有，你是全能，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没有一件事情可以为难你。主，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谢谢你，你定义要拯救我们，在你有丰盛的慈爱，在你有为我们牺牲的爱。谢谢主耶稣，让我们看见你的恩典，你的慈爱永远与我们同在，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主。你彰显天父上帝的慈爱在我们人间，也透过我们能够施恩赐福给这个世代，给我们所接触的所有的亲朋好友。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能够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亏欠，好叫我们快跑来跟随你，好叫我们大大张口求得你的赦免，你就用你的灵来充满我们。谢谢主，我们今天的敬拜愿你悦纳，今天的感恩愿你来悦纳。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弟兄姐妹，我们要继续为着请坐，我们为着我们身心灵的需要昨天晚上有好多弟兄姐妹，他们经历了圣灵，经历了医治，也经历了神的同在。我们恳求神也透过你自己，可以向天父上帝的祷告来经历，他要给凡敬畏他的人。我们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因为你必赐福与义人。耶和华，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是神所爱，投靠他，喜乐就充满；喜爱他，我们就有他的喜乐，他的平安，他必护卫着我们。你知道，你出入有神的护卫你。昨天早上我去探访这个姐妹的女儿，她在分享说，她还没有受洗但是她一次在这样的一个车祸当中，她以为她跟她的孩子不在了，因为连续有路人叫了4次的救护车警察，大家都以为可能还困在里面，但是竟然他们2个母子就站在旁边，是我们。我说是你母亲常常在为你祷告，你知道吗？是上帝用他大能的手，平安的盾牌在护卫着你。当他在讲的时候还在惊吓，昨天我就为他祷告，除去这些恐惧死亡的灵。他经历到神的平安，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忘记神用平安的盾牌来护卫着你。如果你在这几方面有这样的一个需要，你可以站立起来，我们的同工牧者为你来祷告。在身心灵、工作、人际，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有饶恕的心。很多时候这一些的病痛是因为我们里面的灵不饶恕、不坚还有这种苦毒。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放下，能够愿他医治的大能来充满我们。我们邀请他在我们灵、思想、魂，就是我们在思想、情感、意志出了问题，我们就睡不着，我们就有好多的这些的捆锁。求主来帮助我们在身体能够得着释放。所以从灵一直到魂的影响，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站立起来，或者是你坐在你的座位，奉主的名按手在你不舒服的地方，或是你的心上，或是你为着你的亲人，他正躺在病床，为他来宣告，为他来奉主的名来命令捆绑一切捆锁他的，能够断开，能够释放。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如果你有需要，你就可以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奉你名来求你施恩赐福在我们当中，愿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哈利路亚！求你施恩赐福。主啊，你是我们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谢谢主，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你的大能。谢谢主，我们在灵里面需要跟你连结。主啊，求你不要收回你的圣体，求你的圣灵来运行，来充满，来感动在我们当中。奉你名来捆绑一切这些重担，这些捆锁我们的，释放我们能够得着的自由。主啊，我们奉你的名来命令这一些的死亡的灵离开弟兄姐妹，这些捆锁他们的这一些的黑暗的权势，要断开这一些的黑暗的权势，希望他们可以能够灵得着自由，魂能够得着舒畅，也能够在身体当中看见你的医治跟健壮在他们当中。主，谢谢你们奉你们来到你神的面前，我们要宣告神你的权柄在我们当中，你护卫着你的儿女，奉你名来捆绑一切癌症，一切这一些的重担，来离开弟兄姐妹。主，你给你的儿女有这样的权柄，在地上捆绑，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释放，在天上也要释放。主，我们奉你名来命令这一些的黑暗的权势离开我们的弟兄姐妹，离开我们的亲人，也奉你名，你赐下平安的灵医治在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的弟兄姐妹经历你奇妙医治的大能。你的灵在他们的灵里面就要得着自由。谢谢主，我们将弟兄姐妹的身心灵仰望交在你的面前，求你来垂听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要为着主日来守望来祷告，我们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守望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聚会，这个礼拜我们能够在主的爱中与他相遇。我们特别为了我们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能够有美好的连结，让主的灵充满在我们当中，也透过我们的迦南门训门徒列车，还有这个礼拜有小组的总聚，我们敬拜赞美的研习会。今天也透过我们的门徒营所邀请的我们的黄连新牧师他从花莲来，昨天晚上有2场美好的服事。我们也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他们从来没有经过圣灵的这样的充满的，他们自己在那边来经历。所以弟兄姐妹，敞开你的心，如入切慕溪水，我们好不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开口，我们来为着不只是为自己祷告，神也要透过你成为施恩赐福的管道。我们要成为这个社区的祝福。我们看到最近社区好多人，他们愿意有这样的一个渴慕，然后柔软心，开始在问：那我的祖先怎么样去处理呢？我的祖先怎么样去安排？我说没有问题，牧师会帮助你们。弟兄姐妹们，看到人的心开始在柔软，借着你的祷告，借着你的服事，我们会看见神在他的会中能够运行，能够让弟兄姐妹渴慕的心如入切慕溪水的时候就遇见他。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来，我们要真的是成为神赐福这世代，赐福你亲朋好友，赐福你邻居的管道，好不好？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们来祝福教会。谁是教会？就是你隔壁你的邻居我们就是教会。我们每一个人被拣选，就成为神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奉你名来求你施恩赐福在我们当中，愿你来充满在我们的灵里面。哈利路亚！主，我们恳求你施恩赐福在你的教会，主啊，借着神你的话语运行，充满在你的教会，借着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看见我们生命要被翻转更新，我们要成为贵重的器皿，要成为这世代的祝福。
奉你名，求你的圣灵运行充满在当中。接着黄连新牧师他传达你的话，开启你的话语，让我们弟兄姐妹心窍被开启。谢谢主，谢谢主。主，我们奉你名来到天父神的宝座面前，我们恳求你，你的大能就充满，用你的话语来感动我们，用你的话语来充满我们，使我们1万人能够有智慧。主啊，谢谢你，借着你的仆人黄连新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一起分享神你的大能。愿我们用信心来渴慕，来领受。愿你的话语就好像我们的亮光一样，引导我们走在你恩典的道路。主，我们要一起用你所教导我们祷告，来一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啊，你当醒起；琴瑟啊，你们当醒起。我自己要及早醒起。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献上赞美祭，赞美那祝福我们、施恩给我们的神。让我们一起来献上赞美祭，赞美主圣名，赞美主圣名，赞美主圣名。你名在全地何其美！你的信实广大，你信实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数算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哈利路亚！我们是有福的，因为我们可以一早就来这边来颂赞我们的神，赞美他。我们一起再来献上赞美祭，赞美主圣名，赞美主圣名。你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数算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数算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再一次来说，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数算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让我们再来数算神的恩典，让我们数算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膏油就要留在我们在这个地方，在这地。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继续来敬拜我们的神。全能真神，你
掌权，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万民都来尊崇你生命。世上万有都属于我们的神，世上万有属于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荣耀的名是存到永远。全能真神，全能真神，你掌权，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万民都来尊崇你生命。世上万有属于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永远长存，荣耀的名是存到永远。一起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哈利路亚！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真神，阿们吗？让我们一起用这首歌来颂赞他，颂赞那全能的真神，来呼喊他的名。哈利路亚！一起来，全能的真神，全能真神，你掌权，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万民都来尊崇你生命。世上万有属于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荣耀的名是存到永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一起来宣告，宣告你国度降临，让神的旨意成全在这个地方。你旨意成全着你，兴起我们自己，兴起你所选之民，让我们来高举神荣耀的名。高举你荣耀的名，再一次来宣告，宣告你国度降临，你旨意成全着你，兴起你所选之民，高举你荣耀的名，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我的救赎，我的帮助，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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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掌，将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我们的救赎，我们的帮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哈利路亚！你是我们的救赎，你是我们的帮助，你更是赐福赐恩于我们，让我们来在你所
所赐予给我们的这个地区，在这个土地上面，我们安然的居住，我们享受神你所赐给我们一切的这些的吃喝穿用。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也为着我们能够自由的呼吸，我们献上赞美，因为你是荣耀的主，因为你是赐福的主。谢谢你一早就对我们来说出你对我们荣耀的呼召，呼召我们的心来敬拜你，呼召我们的心来朝见你。谢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荣耀的呼召，一起来高举我们的双手，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全心全都给我们的耶稣，给你耶稣，一生一意做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高举双手，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跟随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对我们自己说，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对我们的主来说，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高举双手，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让我们来做主圣洁贵重的器做皿。主圣洁贵重的器皿，神丰富的恩惠必会充足的浇灌我们，恩惠必充足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有大能力，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出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充足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我大能力。
主，谢谢你，我们要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至高的真神，因为你是永不改变的神。虽然天地万物都在改变，但是你的慈爱永不改变，因为你是守约施慈爱，你是信实的上帝。你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你定义要拯救我们；你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你施恩给我们。那我们何时在软弱当中靠主，我们就何时得刚强。谢谢耶稣。每一次我们的敬拜，我们渴望你的宝座就设立在这里。每一次的赞美，我们真的巴望你在我们当中接纳我们的敬拜，从你的宝座施恩赐福，让你的医治、你的供应、你的平安、你的充满，丰丰富富在我们当中。谢谢主，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但是有时候我们都是想要。求你让我们分辨我们的需要跟想要，也帮助我们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的想要都是从你的话语来得着应许跟供应。让我们渴慕你的话语，让我们用渴慕这样的一个水，好像这样的鹿在渴慕水一样的心情来渴慕你的话语，用祷告来寻求你。主，你的应许说，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就没有不能成就的。坚固我们的信心，透过你的仆人，开启你的话语，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让我们紧紧的跟随主，跟随耶稣，紧紧的跟随耶稣，让我们不偏左不偏右，行在正道，行在你的真理，行在你的恩典之路上面。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坐下前跟你的旁边祝福说，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恩典。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先来介绍今天在我们当中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我们来欢迎李佩荣还有林静文，是我以前的会友嘛哈，对，帮来桃园欢迎你们哦，感谢主，好，请坐哈，都我受洗的啊。感谢主，那我们也在这欢迎我们的张西道长老夫妇在我们当中，上次没有介绍过，让他们偷偷就是离开了不好意思我们的志佳志佳的爸爸志佳爸爸妈妈特别上来关心你有没有来教会有他上次有来还有没有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好，如果没有，我们要来欢迎我们的从昨天就来了从嘉密山、花莲、玉里那边来到我们当中，然后很好的分享，很好的服侍我们黄连新牧师还有他的师母在我们当中，要拍掌就大大热烈的拍掌感谢主请坐。你知道你走进一个会场人家很热烈欢迎你，你的心情会怎样？很舒畅，对不对？感谢主我们应该那神在我们当中，我们也是一样要怎样？更大的热烈的欢迎好，我们来看今天周报的消息。好，我们在2022年的迦南门徒的培训列车，昨天开始我们有门徒列车的第2站那还有请黄连勋牧师在下午还有晚上的时间，还有今天2场第1场、第2场讲题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感谢黄连勋牧师他是我很信仰的前辈，去年刚
退休哈，但是他还是到处去祷告服侍哈，感谢主。那我们在这个礼拜六有敬拜团的研习大家来唱起来哦。他们也请我们透过我们教会出身的彭杰牧师，还有我们的青年牧师黄世谦牧师来主讲我们也会欢迎北大长老教会的敬拜团参与在当中。如果你对敬拜有这样的一个兴趣的，我们可以一起来参与一起来参加。那我们4月3号的主日，我们会举行清明追思的礼拜。在礼拜当中我们会追思我们的亲人如果你要追思你的亲人，你可以填写这个追思卡填完之后交给干事，我们收件到3月27日。那你过去填过就无需再填写。那追思的名单我们会公布在公布栏看有没有遗漏的。我们借着社区的事工我们有成人的鼓舞班，还有儿童青年的青少的鼓舞班上个礼拜五我们有这些成人鼓舞班的发表会，大部分都是社区最远从苗栗来，他们为了要来参加我们，怎么有那么便宜而且那么好的场地好的老师，所以他们特意从苗栗、从平镇从其他地方来参加，弟兄姐妹透过这样有什么气就要气在那个鼓上，好不好？不要气在家人的身上那我们有第3期的儿童青少的鼓舞班把握住这个机会我们也邀请圣经长老教会的这个张旭老师继续来教导。我们下午会有互助社的社员大会已经延了好一段时间下午应该会如期举行了没有什么摸彩，但是直接就发200元的这个礼券所以我们的会员社员我们可以踊跃来参加。好，其他的我们就自己来看。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读金句，我们读金句来读2遍，一起来。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哥林多前书3章16到17节，再一次。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哥林多前书3章16到17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我们不明白奉献的意义，你不用勉强，你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如果你明白奉献的意义，你就献上你的感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恩典。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应当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应当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来。如今软弱则已得刚强，贫穷则已成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
大事。我们再一次用信心来宣告：如今软弱侧翼的刚强，贫穷这一曾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慈悲爱我们的父啊，还是感谢你能够将你的众儿女聚集在这里，聆听你透过牧师的口传讲你的道。也感谢你过去这一周呢，都能够充满你的恩典，不管是我们在有撰写礼拜，或是鼓舞的成果发表，以及昨天的门训营和培灵会，都领受到你的爱、你的陪伴、你的医治。求主能够保守我们，能够在往后的日子都能够持续领受你的恩典，能够让我们定睛的向前走、向前跑。现在我们神上我们的时间、金钱以及才能为圣工所用，求主悦纳。孩子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坐下前彼此来祝说：上帝的恩典够你用，上帝的恩典够了。上帝的恩典够你用，请坐。谢谢。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愿一切尊贵、荣耀、权柄都归给你。谢谢主，主啊，谢谢你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罪的捆绑罪的咒诅。主耶稣，谢谢你的恩典，你赐下你的话语在我们当中。主啊，你的话就像两刃的利剑，可以把我们的灵与魂、骨与骨髓都次日剖开，也把我们心中的意念都辨明。主啊，求你圣灵来高抹你的仆人，也高抹众弟兄姐妹，教导我们明白真理。主啊，求你的话语显明在我们生命，让我们生命得着丰盛，得着改变。愿荣耀归给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再来一起念今天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3章16到17节。来，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阿们。昨天牧师带我去旅馆的时候，牧师带我去旅馆要住宿的时候，走到旁边，牧师告诉我说，我们教会买了富邦的2楼200平的然后我就想，哇，那个嘉恩教会这么神恩典这么大通常所以我问一下牧师说，那你们需要贷款吗？他说不必贷款。我说多少钱？7000万，不必贷款。那他说还有2000万的装潢费用都不必贷款。哇，我想说神真的很祝福这个教会。让看到弟兄姐妹甘心乐意，为了教会的发展愿意投入这么大的资金来买一个楼层，而且在那里盖一个更宽敞、更合乎现在可以使用的一个教会在那里。所以我觉得这是神的很大恩典，也可以看到教会弟兄姐妹过去长辈大家甘心乐意的摆上。所以对我们来讲，我很想说，我们要盖一个很棒的礼拜堂，在那里可以敬拜神。但是我想这是神喜悦的事，但神更喜悦的是我们的生命的问题，对不对？刚刚圣经说怎么样？岂不知我们是神的殿，
我们是神的殿，我们花了9000万上亿，要一个新的神的教会礼拜堂圣殿在那里。但是我们生命，你的身体就是神的殿，阿们。我的身体是神的殿，所以我们生命的价值超过这个上亿的。这个殿要成为神的祝福，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在圣殿里面敬拜神的人，我们生命要成为圣洁，然后这个圣殿就要成为神祝福的一个很大的管道。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在旧约圣经里面一件事情。在旧约申命记4章23到24节讲到说，神跟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等等，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烈火，是忌邪的神。在这里，神提醒以色列百姓说：我们是跟神立约的。以色列百姓跟神立约，我们今天相信耶稣受洗，我们也是跟神立约。这个约是没有改变的，但是我们是活在一个救恩恩典的世代，所以我们常常怎么样忽略了我们跟神立的这个约，我们也常常忽略我们的神是忌邪的神，是烈火的神。如果我们犯罪的话，其实我们是大大的得罪神。所以出埃及记讲说，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他说怎么样爱我的，遵守我诫命的，我必要祝福他到1000代。但是得罪神的离弃神的，他的咒诅要从父到子，直到3、4代。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敬畏神，神的祝福在我们身上，一代一代的祝福会到1000代。但是当我们有一代的人得罪了神的时候，这个罪的咒诅会因为我得罪了神，这个罪会影响到我的儿子、我的孙子，会让他们受到罪的玷污。所以这是我们要警醒的事情。在圣经里面讲到一个事件，叫做亚干的事件。这件事记载在约书亚记第7章。亚干事件怎么发生的呢？就是约书亚记第6章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过了约旦河，要进入迦南地。他们第一个遇见的一个很坚固的城墙，就是耶利哥城，就是他们从埃及出来以后，第一次要面对打仗的一个敌人他们就是在耶利哥城。所以他们是从来没有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当奴隶，他们没有受过什么军事训练等等，所以我想他们是很大的恐惧第一次要攻打这个耶利哥城神允许给他们的这个迦南地。所以他们心中恐惧，但是神他就亲自向约书亚显现，说他是神的军队的元帅，神要带领他们去攻打耶利哥城。然后神就给他们一个神的方法，要他们预备好自己，然后他们就神要约书亚预备有7个祭司，7个祭司要穿上圣袍，然后带着羊角，他们以色列百姓军队就跟着他们绕耶利哥城，前后总共7天。每一天怎么样绕城的时候祭司就是吹角来赞美来宣告神的同在。但是其他人都不可以作声，都不可以发出什么声音，就是默默的这些祭司吹角来宣告神的同在。绕了1圈，第2天呢又绕1圈，总共绕了到第7天的时候，最后1天，约书亚吩咐他们说：这一天我们要绕城几次？7次，绕7次。
但是最后一次的时候，当角声吹长的时候，怎么样？你们要大声呼喊。大声呼喊，神就要派他的军队出去征战了。所以当他们遵守神的话，这样去绕行耶利哥城，宣告神的同在。第七天绕完，他们大声呼喊的时候，这个城墙就怎么样？就倒塌了。他们就进去城里面就是把那些当灭的那些百姓等等，一切都把它灭绝了，拯救了那个拉合基尼拉合，就是保存了基尼拉合那一家人。但是神有告诉他们说怎么样？在城里面，所有一切金器、铜器、铁器，这些都怎么样？都要你们不可拿起来，这些都要交给耶稣亚，归耶和华为圣。所以他们就遵守了这样的规定所以他们就把他们所得到的那些金银铜等样交给耶稣亚，奉献归给神为圣。所以他们第一次的征战在耶利哥城，他们不会一兵一卒，他们就攻破了耶利哥城，得胜了。所以我想以色列百姓的心，他们是很兴奋，哇！我们没有一个人受害，没有一个人伤亡，我们怎么样就可以靠着神这样得胜耶利哥城？所以他们心充满了兴奋，充满了喜乐。所以接着呢，耶利哥城第二个他们要去到的那个城叫做爱城，这个爱城。所以他们就派探子去看一看，所以他们就回报耶稣亚说，这个爱城很小，跟耶利哥城比起来很小，只有没有多少人。我们不需要全部的人都去打仗，我们只要派2-3千个人去就可以了就可以去打仗了。所以没有想到说怎么样他们就觉着他们既然得胜了耶利哥城爱城不算什么所以怎么样？他们就怎么样？就前往这个爱城去攻打。没有想到怎么样？在这次他们去攻打爱城的时候怎么样？他们竟然怎么样？竟然被打败了，所以怎么样？他们被打败了所以他们就受到追杀，所以也有3000人上去爱城去，结果在爱城那里怎么样？逃跑了。爱城的人怎么样？追杀他们，杀死了他们36人所以从城门就开始追赶他们，杀了他们，所以直到480，所以整个以色列百姓的心就融化了，他们就想说，这么一个小城，我们竟然失败了。不止失败，而且36个我们的兄弟怎么样就被杀了，他们心就很难过。所以圣经讲到说怎么样？耶稣亚怎么样就撕裂他的衣服，表示他很难过、很伤心。为了这些失败，为了这些失去了36位弟兄，他们在神面前哀哭啼哭，他们想不通这次打仗为什么失败？所以他们就问神说：“神啊，我们为什么这样？你为什么把我们交在这些爱城的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所以神就对耶稣亚说：“你起来，你为什么伏在地上哀哭呢？”以色列百姓怎么样犯了罪他们怎么样？他们偷窃了神的东西，起了什么当灭之物的时候所以怎么样？因为他们偷窃欺骗了神，起了当灭之物，所以他们被打败了。所以怎么样神告诉他们说：“你们起了这个当灭之物。”所以耶稣亚他不知道，他说我们应该都是照神的话去做但是怎么样？神知道谁
犯了罪，神知道谁犯了罪，把那些偷窃物藏在他们的帐篷里面。所以神要耶稣亚说怎么样，把12个支派的代表排出来。所以从这个12个支派代表里面，就找出了犹大支派。犹大支派，从犹大支派他的宗族里面又找出最后就找出亚干这个家族，所以以色列百姓就怎么样，就把亚干这个家人怎么样，男男女女都带到营外去，没有他就耶稣呀，因为神亲自从以色列百姓12支派里面，这些宗派宗族家室里面找出那个亚干这一个家族，所以怎么样，亚干就没有话讲了。他说神是无所不知的神。他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在所夺取的那些财物当中怎么样？我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的衣服，我看见一件衣服，我好喜欢，我就把它带回来然后有200舍客勒的银子，然后还有一条金子约50舍客勒，我就拿了去藏在我帐篷的下面地下所以怎么样就藏在我帐篷里面。所以他就承认他犯的贪心，犯了欺骗、隐藏的罪。所以神就把亚干带出来所以耶稣呀和他的这些众人就把亚干怎么样，和他的妻子那件衣服、那些金银等等，把亚干他儿女、牛驴羊这些怎么都带到营外去，雅各谷去，带到那个地方。众人就用石头怎么样把他们打死，用火把它焚烧所有的。于是耶和华他就不再生气了所以神说怎么样那个地方叫做什么？雅各谷。雅各谷的意思就是连累。的，因为一个人的犯罪连累到他的家人、他的儿女，连累到他的所养的那些精神牲畜等等这些，所以这件事情成为以色列百姓很大的警醒、很大的提醒。圣经特别把这件事把它记载下来。所以我们看到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但是神也是一个忌邪的神。得罪神的神不会看说没有罪的，除非真的去认罪。但是我们看到一个人的罪会影响到他的家人，就像神讲的说怎么样，这罪的咒诅要从父亲到儿子到儿女，直到3、4代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亚干事件所发生的事。我们来看一下亚干堕落的过程。他说我在所夺取的财物当中，我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我看到200舍客勒的银子，然后一条金子也有50克勒。第一个他先看见，然后他看见他就喜爱，喜爱以后怎么样？他就拿了以后他就藏起来，然后怎么样他就藏起来，结果怎么样？他受到惩罚，这是亚干犯罪的过程。他看见，他贪爱，他拿了，结果就是受到惩罚。我们来看创世纪3章6节，讲到说怎么样？神创造亚当夏娃，然后怎么样？神造的一切都好，但是唯有一棵是生命树，一棵是善恶树。那棵善恶树上的果子，神说这个果子的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时候你必定要死，对不对？必定要死。
所以其实那棵善恶树看起来是很好看，但是神告诉他说，你不可以动这棵树的果子，动的时候你要死，因为那是上帝的主权，知道吗？那是上帝的主权。也许这棵树跟其他的树没有什么差别，没有什么差别，但是神说这棵树是在一个考验，是一个考验，看你有没有听我的话，愿不愿意遵守我的话。结果亚当夏娃受到魔鬼的试探他跟他讲话，他说神因为怎么样，怕你们像神的一样，所以禁止你们吃这个果子。所以那个女人怎么样，看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而且也悦人眼目，悦人眼目，所以他就怎么样他就怎么样他就贪心了，他就拿下来，他吃了，不止他吃了，也给丈夫吃了。因为这样的犯罪，结果是怎么样？结果是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他跟神的关系就切断了，就切断了。我想这是我们整个人类因为亚当夏娃罪带来到今天，我们世世代代亚当的后代这样承受这些罪的影响，罪的咒诅。所以我想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很大的提醒。所以圣经里面刚刚讲到这个亚干，他把那些他贪爱的东西拿去藏在帐篷里面，所以我在想这段经文就好像说怎么样？好像哥林多前书3章16到17节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他说，如果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灵神的殿是圣的所以这个殿就是我们是神的殿，对不对？我们身体是神的殿，耶稣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怎么样？我们有没有毁坏我们的殿呢？我想我们都很保护我们的身体，我们都很保护我们的身体。我们运动、吃营养品等等，我们尽量保护我们的身体。我们知道这个身体很重要，所以我们会看重保护我们的身体。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一点，在我们身体里面，除了这个肉体以外，其实还有一些会毁坏我们的生命的，是会毁坏我们生命的。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圣经说怎么样？我们要切切保守我们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箴言4章23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你要切切保守你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他说我们要切切保守我们的心，但是我们常常都保守我们的身体，我们常常忽略保守我们的心。他说马可福音耶稣说怎么样？因为从我们里面出来的，从人心里面发出了那些恶念、不好的念头，那些苟合偷窃、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而且可以怎么样？可以污秽人，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忽略这些事情，我们会洁净自己，洁净自己。刚刚牧师跟我说，这一堂礼拜到45分钟，然后我们就要再一次清消，对不对？要做清消。我们很注意，因为疫情，所以我们需要做这样的预防清消。我们很担心这些疫情的问题，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些
细菌，有一些东西在我们里面，会污秽我们生命。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做生命灵里面的一切清消的动作呢？对的，是的，我们是需要这样的。所以一生，他说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教会神很祝福我们，但是教会要得到最大的祝福，其实是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生命的见证，我们心里面这些一定要把它拿掉的，不然我们的生命、我们家庭、我们健康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的。就像过去我们有一些人就是还没信主的时候去拜拜啦，原住民他们会参加这些原住民的丰年祭祭典啦，有些人会好奇去算命啊等等这些事情然后有的就做那些瑜伽的运动啦，瑜伽的运动，我觉得这是我们教会都要小心的。我们教会要小心这些。也许你说我是运动但是这些事情是有问题的，是有问题的，是有问题的所以这是我们帮一个年轻人一个姐妹，她是好奇玩那个塔罗牌那些灵板那是我师母我们帮她祷告，帮他做释放赶鬼他刚刚开始就好奇，就会问哪一个那水晶紫水晶在那灵板上面他就默想一些事情，说希望这个灵来怎么样来指示他，这个能力来指示他。这个水晶就会摇到哪里，他就开始，他说他练到最后根本不必用水晶了就会感受到那个能力在他身上，但是到最后怎么样？受到辖制了，受到辖制，不能得到自由了需要怎么样？认罪悔改，然后把那些邪灵鬼把他赶出去，他才得自由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人带一些珠子，会觉得好玩。我想有一次我在一个牧者的那个 FB 上面看到他很喜欢这些珠子，而且他在 FB 上面就在跟人家买这个珠子当然我觉得我们需要有智慧，不要随便去碰这些东西了我这里想说一个大妈的咒诅，密宗天珠的锁链我跟师母曾经去到美国到一个家庭为一个姐妹祷告。这姐妹从台湾去到美国以后她去美国读书，在那里结婚了结婚先生信主，所以她也信主了所以她的婚姻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的身体就是有一些无名的状况。在美国，他是一直找医生，一直找医生，就找不出原因。所以他的身体的状况让他也没有能力去开车。在美国不开车是真的是很麻烦，他真的是没办法开车所以他先生工作，然后他就在家里面，好像病恹恹，他可以跟人家相处，但是就是没有动力。所以我就跟师母，我们就为他祷告。祷告的时候，神就让师母看见一个异象，那个异象是看到一个阿嬷，看到一个老阿嬷，满脸的皱纹很瘦。那个老阿嬷的眼睛就瞪着我师母看，我师母就是告诉我说：“牧师，我看到一个老阿嬷。”你在为他祷告的时候，看到一个老阿嬷眼睛就瞪着我，很凶的样子。当师母讲这件事出来的时候，那个太太就想说：“那是我大妈啦，我大妈，我不知道什么大妈。”她说是她的大妈，在高雄的大妈。他说他从美国回到高雄看他大妈的时候，大妈就是躺在床上这样
瞪着他看，瞪着很凶的看着他，这样。哦，我说什么是大妈？他才告诉我说是他爸爸的大老婆这样。他妈妈是以前是爸爸的会计，然后爸爸有大老婆，又爱上他的会计，所以也很照顾这些会计生出来的孩子，所以这个姐妹就是她的妈妈生等于是小三生的孩子，所以爸爸虽然照顾得很好，然后让他们读书了等等，经济也都没有什么问题，但这个太太就是好像无名的疾病在她的身上，所以他就讲说那是大妈。我说这样你要为你爸爸妈妈认罪哦。他说我爸爸死掉了呢，我爸爸死掉。你爸爸死掉没有错，但是你爸爸外遇这些事情一定很伤害你的大妈，对不对？他心里一定很多的苦毒怨恨，而且他会很生气，甚至要咒诅这个先生这个小三的孩子怎么样过得不好，怎么样。所以师母看见的那异象就是他躺在床上，满脸皱纹烁烁，很怨恨的看着这个看着人。所以我就带这个姐妹为她过世的爸爸认罪，也为她妈妈认罪，求主耶稣宝血洁净，不让罪的咒诅，爸爸罪的咒诅临到他的身上。然后我带他认罪以后，我奉耶稣命令这些从大妈来的那些苦毒怨恨、那些咒诅离开这姐妹。哇，他就好像他就觉得身体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就从身体里面就冲出去了，然后他的身体就改善了，他的身体那些毛病就改善了，感谢主，就很奇妙。但这个事情还没有完。他回到台湾的时候，带他的妹妹来找我祷告，因为他知道他大妈那件事带给他的家族很大的影响。他虽然他到美国，他也没有办法好好生活工作。他的妹妹在台湾工作也都一直不平安，他妹妹一直都很不平安，这样工作也都不顺利所以他带他妹妹到花莲找我的时候，我就想说，为大姐这样祷告，好像很快那些邪灵就离开了妹妹应该也是很容易这样祷告就可以突破。结果祷告好像没有反应，带他认罪好像没有反应，然后就看到他手上挂一个密宗的天珠说，你这个这种东西不好，要不要拿起来？他就拿给我。然后他姐姐就告诉我说，牧师，我妹妹胸前还有一串更大串的，一串更大串。我说那全部都拿出来，我就先拿去礼拜堂外面祷告完了，断开这些的捆绑之后，断开以后回来再听他祷告，一改那些脏东西就离开了。然后他的姐姐就告诉我说，牧师，你刚刚出去烧掉的那一串那2串多少钱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他说20万呢。我再跑出去看，没办法，已经都烧了。他说，我说你怎么会挂到20万的天珠在你的身上？因为他听人家说，他说挂这个会得到安静很好，这有加持认咒的一串6000块买了，挂了好像1-2个月都很好睡觉但是2个月功力消失以后就再去了，哇，又再买，哇，挂到20万。他说连洗澡都不能拿起来的，哇！所以我们看到魔鬼撒旦是借着这些怎么样，让一个人不得自由、不得平安的。但是我们要了解，一个父亲的淫乱的罪，导致虽然经济 OK， 一切 OK， 但是导致他儿女身体、心灵都是不平安的。这是符合神的真理的。
父母的罪会影响到儿女，直到3、4代的。所以我们要小心这些事情。弟兄姐妹，马太福音18章9节说，耶稣说：“假若你一个眼睛叫你跌倒，就把它挖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睛进入永生，强如有2只眼睛丢在地狱的火里面。”我们都知道这段圣经，对不对？谁讲的？谁讲的？耶稣。耶稣讲的话。耶稣讲的话，他说：“如果你一只手让你犯罪的话，跌倒的话，那手砍掉；一只脚让你犯罪，砍掉，对不对？强如有2只手，但是结果是落在地狱的火里面。”耶稣讲这个话是很严肃的事，但常常我们都忽略它的严重性啊。常常忽略它的严重性。现在我们手机很方便啊，你的手机很方便啊，你手机可以怎么样看到一些不应该看的啊，对不对？可以看啊。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受色情啊这些的影响啊。我当牧师，我常常需要为一些年轻人祷告，赶那些淫乱的、情欲淫乱的。对不对？因为他们受影响，有一对夫妻，丈夫他是做那个做社工的，他带他来说他有一些问题需要处理，不然他这个色情的问题如果不处理，他婚姻不保，甚至连工作也都不保。因为那些色情的影片对他的思想意念影响到，有的时候怎么样，他看到异性都会有一些不正当的想法，对不对？所以他先生同意啊，因为他太太说，如果你不断掉这个不好习惯，我没办法再跟你生活在一起了。是，所以这先生来祷告的时候，一祷告，哇，他趴在地上，一直尖叫，一直尖叫，一直尖叫。这些情欲是一个破口，让邪灵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我常带亲人聚会，我常常跟他们提醒这些事情。神说我们要逃避淫乱的事。他说人所犯的事，无论什么罪，都在身体以外。唯有淫乱的事情，它是怎么样？是得罪自己的身体。他说我们身体是神的殿，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们是圣灵是从神来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是属神的。我在想说，今天我们真的要，特别是我觉得特别是弟兄在这个区块是需要好好得胜的，真的是需要得胜的。你要当敬拜者，你要当教会的服侍者。我想我们的诗班要练诗啊，我们为什么要穿上诗袍？穿上诗袍表示我们穿上圣洁的礼服，对不对？我们可以唱得很好，唱歌很感动人，但是你只是诗袍把你的那些不好的隐藏在里面啊。但是神是看人内心的啊，知道吗？所以一个教会要受到神好加倍的祝福，我们都要预备好自己。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甘心乐意认罪，在主面前逃避一切淫乱的事情。我出去北岭，我替人家祷告的时候，我看到圣灵动工，一次在一个教会，一位弟兄，我祷告圣灵就充满他，大充满，他在地上就开始尖叫，就打滚，又踢又打的这样。5、6个兄弟紧压着他的双手，他一个就是在那里挣扎，最后牧师还坐到那位弟兄的身上，压着弟兄这样。你知道那弟兄是谁？是教会的长老。是什么问题？
淫乱的问题，淫乱的问题。所以我想，我们真的要警醒在主面前。我们当神的仆人、长老、执事，我们的这些族长等等，我们除了受装备以外，我们生命要对付好。我们生命真的要对好，不然很容易跌倒的，很容易跌倒。很多人我们把他带到主人面前，带到教会，但是你关心当然很关心，但是你一跌倒、一失败，这些人的心就怎么样？就散掉了。那失败，所以耶稣说，如果你让一个小孩子跌倒的话，倒不如把一个大石磨挂在你的脖子上，把你丢到海里面去，知道吗？我们身为父母，身为孩子家人的长辈，我们也不要让我们的孩子跌倒，对不对？夫妻的关系，夫妻的感情都要调整的，一切苦毒怨恨这些都要从我们里面除掉的，所以圣经说怎么样？放纵情欲，不能承受上帝的国。你说情欲就是淫乱吗？是淫乱。那些你的心里面那些欲望、骄傲、自义、自以为是，都是的，都是的。所以耶稣讲很清楚说，做这些事的人不能承受上帝的国。所以以弗所圣徒以弗所教会他们怎么样？经历了圣灵的工作以后，他们就把那些行邪术的一切不好的，都从家里那些行法术的书拿来烧掉，拿来烧掉。所以我们圣别礼拜，我们会把那些偶像、那些符等等那些东西，把它焚烧烧掉。但是怎么样？我们生命里面的问题，我们是真的要对付。我们生命里面的问题真的要对。这是我一个退任的长老的一个见证，他是从一个拜拜家庭来信主的，他在义里有很大的产业，有土地，很多的土地。他们去到义里，从西部到东部，去到义里的时候，他们盖了一个庄窑，整阿窑这样。但是那地方的人说他的庄窑破坏风水，所以他就做得很不顺利。所以他信主以后，在我们教会，他是有很多的土地啦这些产业，但他没有现金，所以他希望把在义镇一块台九线上的一块三叉路的地，准备把它卖掉。那时候地价很好，涨得很高。那个时候很早期，有人想要买那块地做那个棒球打击场那样，所以很多人来看那块地，因为交通很好很显眼的地方，所以很多人来看，甚至要到签约又解约了。所以有天这位他不是长老，那时候他就找我说：“牧师，我有很多土地，但是我没有现金。我想卖的土地也卖不掉，所以我需要向农会借钱来做生活啦、开销的费用。我真的希望我把这块地可以顺利卖掉，让我有现金可以来运用。”我就跟这位长老他讲说：“弟兄，我告诉你，你信耶稣了，你受洗了，但是你还有一个土地公跟神主牌位放在你的仓库里面。”我说：“我觉得那个就像台语讲起鸟处嘎布地赶快，神要祝福你的，有一个老鼠把你的那个祝福的那个袋子怎么样咬破一个洞，所以神祝福都流掉了。”他说：“你还把那个土地公那些是关公跟那个祖先牌位放在那里。”他说：“我是长子啊，我是长子啊，我没有再拜，我就把它放在那里啊。”我说：“你可以跟你的兄弟讨论一下，说你信耶稣了，你现在不要再也没有再供奉了，放在仓库里面也不好
所以看弟弟你们有没有人要把他请回去供奉，就没有人，兄弟没有人愿意供奉，所以他就交给教会牧师，我们就把它处理掉了。处理掉完，有一天他就拿100万来奉献。为什么？因为他那块地卖掉了。从那天开始到现在，他不再缺乏了，知道吗？不再缺乏了，而且身体完全改善了。他过去有呼吸中止症，他连出国都不敢，但是他那个破口堵住以后怎么样？神的助，他的身体一切健康。他去到以色列，去了好多个国家，他也成为中会、总会的这些干部，而且神让他们在基甸会做很大的事工，神就这样祝福他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的家里面还有哪些是当灭之物，应该把它拿掉的。如果有，好好祷告，可以把它处理掉。然后另外的就是你生命里面的那些应该拿掉的，也要拿掉。如果夫妻吵架让孩子受伤的话，希望有一个机会好好和解。我最近服侍一对夫妻，神很祝福这对夫妻，但是夫妻常常有一些争吵，带给孩子很大的伤害。牧师介绍他来祷告，彼此饶恕认罪以后，我说我建议你回家找你们牧师，到你们家做一个圣别礼拜。做什么圣别礼拜？不是求偶像，把你受伤的孩子都带回来。他们最近一次争吵，甚至孩子说叫妈妈说，妈妈跟爸爸离婚了，这个丈夫我爸爸不要啊。孩子都劝妈妈这样了，都是信主的。我说你们既然认罪悔改，你回到家请牧师来家做一个圣别礼拜，然后在家里面领一个圣餐，也让孩子告诉孩子，做父亲的对母亲的那些伤害，亲口向孩子道歉，让孩子原谅你，然后彼此在神面前立约。牧师祝福你们家，让你们家就会得到祝福。阿们。弟兄姐妹，愿神帮助我们，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器皿，是一个圣洁的器皿。愿荣耀归给神。阿们。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叫做《荣耀的呼召》，荣耀的呼召。起立。自己献上当作火炬，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使我往昔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握住荣耀的舞场，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
标杆直跑。弟兄姐妹，就像这首诗歌说，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给主。我们要献给神的祭是要圣洁的，是要没有瑕疵的，神才喜悦我们的献祭，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洁净贵重的器皿，让神的圣灵可以，神的大能可以大大充满在我们。我们只是一个瓦器，但是有宝贝圣灵在我们里面。借着今天的信息，愿神光照我们心，我们心里面有一些苦毒、怨恨、不饶恕，还是过去来的伤害。只要你真心的认罪在主面前，只要你诚心诚意认罪在主面前，主耶稣会赦免你的罪，洗净一切的不义。当你认罪在主面前，圣灵会帮助你打开你家庭还是人际关系那些隔阂，圣灵会给你有机会，让你的孩子、家人都得到祝福的。所以弟兄姐妹，现在我们就在主面前，你可以求圣灵光照你的心，让你心里面想到有哪些苦毒、怨恨、生气、不饶恕的，还是一些不好的习惯，就像情欲、淫乱这些事情，你真的要对付，就跟神认罪在你面前，然后求圣灵来帮助你，帮助你胜过这些试探，帮助你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你愿意的话，你为自己来祷告，开口祷告，跟神祷告，跟神真心的认罪在主面前，求主赦免你的罪，求主圣灵来帮助你。开口祷告，我们就开口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为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的心。主啊，你说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主啊，我们生命里面有太多的伤害，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主啊，我们心中对父母、对家人那些苦毒、怨恨、不饶恕的，还是我们所作所为得罪了我们的孩子，伤害了我们家人，也伤害我们人际关系。主啊，我们求你光照我们。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认罪悔改在你面前。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软弱，不能胜过这一切。主啊，我们需要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需要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勇气、有能力，可以胜过这些试探，胜过这些罪的试探捆绑。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求你圣灵继续动工在我们当中。主耶稣，你说你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若认我们罪，你是信实是公义的，你要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的一切不义。主啊，求你光照弟兄姐妹，弟兄姐妹认罪在你面前，你就赦免，你用你的宝血洁净。主啊，不只用宝血洁净弟兄姐妹，求你圣灵现在也恩膏在他们身上，恩膏在他们身上，让他们可以坦然无惧去到伤害的家人，彼此有伤害的家人等面前恢复一切的和睦，恢复一切的美好。主啊，你要借着我们的改变，让我们成为家庭教会的祝福。谢谢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再唱一次。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从此浇灌我，使我瓦器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
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夜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爱我们天父，亲爱主耶稣，永远与我们同在的圣灵，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你的话就进入我们生命里面。主啊，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胜过一切试探，胜过一切罪，胜过一切软弱。主啊，愿你的平安，愿你的喜乐，愿你的健康，一切的丰盛、恩膏、恩惠在每个弟兄姐妹身上。主啊，你保守我们今天的礼拜。主啊，无论我们去到哪里，你派天使天军护卫着我们。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奉圣父、圣子、圣灵名祝福祷告，阿们。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我的救主，我的帮助，哈利路亚。我的救赎，我的帮助，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礼拜就到这边，我们再一次拍掌，将荣耀归我们神。我们彼此来祝说，神与你同在，神的平安赐福你。我们彼此来祝，请坐。